佢接觸過嘅地方，用紙巾抹落去，成張黃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改機 L， 我係軒叔。我哋每星期都會出片講一啲舊遊戲以及改機嘅資訊。如果你對呢啲知識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一有新片就會即時通知你噶啦。之前喺二手網見到有人放一部壞嘅 Game Boy， 只係賣50蚊。問過買家，佢同我講話試過拆開嚟整，不過整唔返。而且唔可以面交，一定要用順豐。咁我覺得都50蚊啫，加埋順豐12蚊運費，所以就買嚟睇下。結果我收到一堆咁樣嘅嘢。50蚊 Game Boy 200% 強化計劃 Part 1。佢接觸過嘅地方呢，你用紙巾抹落去，成張黃晒。元祖 Game Boy 係1989年任天堂推出嘅產品，亦係第一部任天堂推出嘅可以換卡帶嘅手提遊戲機。繼 Game & Watch 之後，亦由橫井軍平設計。雖然用咗單色嘅屏幕，但係因為咁，入4粒電池就可以玩到超過10個鐘頭。機身用咗灰白色嘅設計，顏色上帶有當時電腦嘅時代感。任天堂 Game Boy 套裝。要維修嘅話，唯一一個好處就係部機本身已經開咗，唔使再拆開佢啦。底板可以見到比新嘅機器粗糙。好明顯呢個金屬片氧化咗。元祖 Game Boy 總共有4塊金屬片嘅，2塊就喺個膠殼度，用人手換唔太難。而仲有2塊就喺底板度，而底板生鏽嗰塊就要焊接先可以換到啦。呢家就焊佢出嚟，換個新嘅落去。落少少助焊劑，呢個係一個好錯誤嘅示範嚟，因為我唔知點樣固定2件嘢，所以我就好戇居咁樣打直塊底板，焊唔到之餘仲辣親手嘅。呢個都仲係一個錯誤嘅示範，辣唔到手，但係亦都焊唔到，千祈唔好打直塊底板。呢個成功咗嘅方法就咁啱俾我隻手遮住咗。我記得只係好運嘅咋，咁啱 hold 到2嚿零件，所以就焊到。如果有專業人士知道點樣做係最好嘅話呢，又唔介意分享嘅話呢，可以留言講翻俾大家知嘅。補翻少少石上去，試下開機先。OK， 着到機，但係就冇畫面啦。不過都係一個好開始嚟嘅。我檢查過，發現連接屏幕嘅排線側邊有一個部分係斷咗。我諗只要將呢個位置打直剪咗佢，就應該可以接到噶啦。好，搞掂，試下得唔得先？點知都係冇畫面嘅。
咁我拆開翻啲線，睇下清潔下會唔會好啲啦。點知都係唔得嘅。原來咧，最後我發現咧，只係我唔記得扭呢個調光暗嘅掣。之後咧就清潔個殼啦。用少少洗碗液浸佢一陣。你哋睇畫面聞唔到啊？成部機咧係有陣噏味同埋垃圾味嘅。清潔完之後就放入雙氧水，喺紫外線底下曬6個鐘頭。啲咁貴重嘅古董就咁放喺度，都驚有人會偷嘅，所以我就叫咗個朋友睇住。6個鐘頭之後呢，我發現今次效果麻麻地，部機仲係好黃，唔知係咪因為我放咗嚿石擋住啲陽光，所以照射得冇咁好啦。之後嗰日我就用保鮮袋再做多次。今次效果有少少改善嘅，只係側邊同埋底部嘅位置仲見到黃黃地，不過已經好咗好多，都收火嘅。啲掣最後我就用雙星嘅磨膠膏省一省佢，刮走啲花痕，等佢可以亮麗啲。雙星嘅磨膠膏有3支嘅，一支粗，一支細，同埋一支係 finishing。由粗開始，一支一支咁抹落去。如果喺香港嘅五金鋪，可以去五金鋪買磨光布，應該係最平同埋效果最好噶啦。喺度我就買唔到啦，我就用餐巾嘅。刮甩呢啲陳年嘅膠漬。組裝返所有零件。就當我砌好所有嘢之後，部機突然之間唔着，換個電啦，砌多次啦，都係唔得。Game Boy 開唔到機呢，有好多原因嘅。第一個常見嘅就係開關掣嘅問題啦。呢部就應該唔係開關掣問題啦，因為上次都開到機嘅。第二個常見嘅問題呢，就係電容。根據我睇過一啲外國嘅討論區啦，通常都會係呢塊供電板嘅問題，應該換咗呢粒嘅電容呢，就有解決噶啦。當我買咗啲電容翻嚟之後呢，我就揾到呢塊全新嘅 Power Module。始終舊嗰塊板都咁多年啦，應該成塊換咗佢會穩定啲嘅。set 好個彈就正式開始啦。唉，大鑊啦！俾佢坐咗我張凳。
啱啱我就唔小心啦，隻手掂到隻爪，整傷咗自己。我哋斯文人嚟嘅，咁就用文明嘅方法去解決問題啦。我冇掂到佢㗎，佢自己走㗎咋。元祖 Game Boy 晶片上邊會見到寫住 DMG， 呢個代號係嚟自任天堂內部。D 代表 dot 點，M 代表 Matrix 矩陣，G 代表 Game 遊戲。DMG01 嘅意思係第一代採用點陣圖顯示方式嘅遊戲機，強調 Game Boy 用咗點陣螢幕技術，係第一部 Game Boy 嘅正式內部型號。之後嘅 CGB、Color Game Boy 或者係 AGB、Advanced Game Boy 都係用咗類似嘅命名方式。終於有位坐翻開工啦，焊翻舊嗰塊板出嚟，之後呢，就焊翻塊新嘅上去。都落啲助焊劑先啦，點少少焊，搞掂。我錄 VO 嘅時候睇到呢度呢，我覺得我自己嘅焊接技術進步咗好多，讚一讚自己先。係啊，叻啊，知你型。整翻好之後呢，就測試下着唔着到機啦。OK 有聲嘅。我買呢塊 Power Module 嘅時候呢，佢都寫到明。因為電壓唔同嘅關係啦，所以呢塊板淨係 support IPS 屏幕，就唔 support 原裝嘅屏幕嘅，冇畫面都正常。最後又試一試新嘅屏幕先啦，都有畫面嘅 ，OK 冇問題。今次我用嘅呢個 Q5 屏幕係我現時市面上揾到質量最好嘅 IPS 屏幕。一般嚟講 ，DMG 嘅改裝已經有好幾十款，通常會揾到嘅係2.45寸到2.6寸都有。而我今次會換嘅係全貼合 IPS 屏幕。而呢個 mon 呢，好就係好嘅，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要剪殼啦，而要剪嘅幅度呢，亦都唔細嘅。不過咁講嘅，佢係一個全貼合屏幕啦。就算我戒得唔好呢，一岩一忽呢，前面嗰塊面板呢都 cover 到嘅。不過我今日拍攝啦，就希望可以戒得好好睇睇啦。今次我會用打磨筆進行切割嘅，我都係第一次用啦，咁試試先啦。都 OK 喎，比我想象中易好多。費事整污糟張台啦，咁又放啲盒墊住先啦。正式開始啦！唉，大領落啦，戒到咁，仲諗住今次呢條片咧可以救翻啲收視，睇嚟都凍過水啊！冇計啦，洗濕咗個頭，咁啊夾硬戒晒佢啦，四邊都要戒少少嘅。戒完就用個錯翻平佢啦，但係雖然夠大啦，都放唔到入去嘅。我發現呢個問題係個 mon 呢有個坑位嘅，而呢個坑位呢需要攝入個殼裏邊嘅，但係呢個殼就太厚，攝唔得入去，所以最後係要磨薄少少個殼呢先可以放到入去嘅。終於完成，咁搞一搞呢，就由朝早搞到夜晚啦，都係時候要瞓。今日起身之後發現天氣非常之好啊，個太陽好猛，紫外線指數亦都好高，所以我決定做多一次漂白，今次真係最後一次啦。始終呢啲都係一啲貴重嘅物品啦，所以都係叫翻個朋友睇住穩陣啲。要解釋漂白嘅過程，首先就要明白遊戲機外殼變黃嘅原因，因為絕大部分舊機嘅外殼都用 ABS 塑膠去製造，
當塑膠長期暴露喺氧氣、紫外光同埋熱力底下，塑膠嘅表面就會產生氧化反應，令原本白色或者灰白色嘅膠殼慢慢變黃。點解雙氧水可以做到漂白嘅效果？紫外光 UV 會激發雙氧水，產生一種非常活躍嘅化學粒子，叫做強自由基。呢啲強自由基會分解塑膠表面變黃咗嘅化學結構。當呢啲分子結構被破壞後，塑膠就會還原翻接近原本嘅顏色。強自由基會喺過程裏邊逐漸消耗。當雙氧水入邊嘅活性成分用晒，化學反應就會自然停止。一般嚟講，需要5至6個小時就會完成。浸得再耐都唔會再有改變嘅效果，反而過度浸泡令塑膠會有其他嘅物理或者係化學反應，例如令塑膠變脆甚至變形。6個鐘頭之後終於完成啦。我攞翻部機嘅時候呢，發現原來暗引部都有參與今次保衛嘅工作，咁我就當堂安心晒。今次做完漂白之後呢，又再還原多少少原來嘅顏色，都仲係黃黃地嘅，不過都收貨啦。個殼又搞掂啦，咁塊底板都搞掂，咁呢家就砌翻好成部機去啦。全貼合屏嘅好處呢，就係面板同埋顯示屏中間唔會有空氣，所以都唔會入塵，亦冇咁容易反光。而安裝上都比較容易嘅，之前嗰啲咧又要貼雙面膠紙啊，又要對位啊，對唔啱位又會歪咗啊。全貼合屏就比較方便啲嘅。今次呢個屏幕有一個實體嘅滑輪按鈕，長壓落去就會有一個設定嘅 menu， 扭上扭落就可以選擇唔同嘅設定，有好多唔同顏色可以選擇，仲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去設定一個你中意嘅顏色，控制都幾 user friendly。如果你想買呢個屏幕呢，佢都有其他連殼嘅選擇，唔使好似我咁去界殼嘅。都唔建議自己去界，因為真係幾辛苦，我都搞成日。個屏幕佢就寫3.1寸啦，其實最後我度翻呢都係得2.6寸，同普通嘅 Game Boy 呢一模一樣嘅。咁但係的確呢，全貼合屏嘅可視角度非常之高嘅。舊嘅零件配合新嘅技術改機，唔單止只係升級功能，更加係一種致敬一種設計。一段回憶，有啲經典唔可以被取代，但可以被打磨，再被重現，用最新嘅方式延續最初嘅嗰份感動。如果想買翻呢款嘅屏幕嘅話呢，就 AliExpress 先有，淘寶就反而揾唔到。另外我都會放多一次去 Facebook Group 改機研究所嗰度，有興趣可以入埋呢個 group 嘅。如果想支持我嘅創作，可以俾個 Super Fans 我，或者俾個 like 同留言講聲加油，我收到都會覺得好開心嘅。今日呢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改其他嘅機，拜拜。